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老师，咱今仔日要来天堂，要边仔讲啊？哦，系啊，天堂，哪色的天堂？蓝色诶，即阵台湾的天敢是蓝色诶？对，即摆台湾天哪色的对。蓝色诶，安尼做好诶呢。迄个听讲即阵美国一个所在天拢乌色诶，对无？规个一地火烧。咱今仔日要来讲即个蓝色，因为伫我诶后壁，咱搁转来伫欧洲吼，斯洛伐克，这是我住诶所在诶首都吼，边仔即个有人会认知即个教堂无？伊诶教堂是蓝色诶哦。而且伊教堂诶边仔嘛有一间蓝色诶学校，但是即阵已经改做黄色啊吼。只是为虾米要甲伊用做蓝色诶？足侪人有介意蓝色，有观众朋友介意蓝色诶无？啊，阮一个加一。嘿啊，老师，你有介意蓝色吗？以前咱因为蓝色吼就是天诶原色嘛。有诶人就讲天堂诶色伫像迄个蓝宝石安尼遐尼宝贵诶蓝色。我这是第一摆听到，以前想讲天堂是金，迄个金闪闪，即阵爱变做蓝闪闪，是安尼吗？是咱诶感觉，安尼感觉吼。咱诶感觉，所以咱今仔要讲就一个童话故事，来要搁讲一个玫瑰诶故事哦，爱真少听，咱来考试安尼。这就是咱伫斯洛伐克诶首都吼，诶教堂吼，规个拢是蓝色诶哦。咱下要来讲，啥物人甲伊起做蓝色？啊，伊内面嘛是吼。内面有哪是蓝色啊？因为拢是蓝色，来到遮咱像真安静。蓝色就是安静佮自由，佮一款真高级，所以伫遮伫遮逐个人拢心情拢会安静。是，咱想诶嘛是足浪漫诶吼，规个拢是蓝色诶。即个蓝色其实是一个人对无？叫做圣伊丽莎白。所以伊诶名吼，其实是叫做阿列斯贝蒂吼，就是一个是啥人啊？伊丽莎白，其实伊丽莎白咱前解毋是有讲马提亚教堂，就是迄个教堂内底有一个观察，有一个国王贝拉三世，贝拉三世应该是因老爸啦。伫迄匈牙利迄个教堂。匈牙利迄个因为伊有生一个查某囝，就是伊丽莎白嘛。伊丽莎白兄哥就是贝拉四世嘛，贝拉四世。伊因为政治诶缘故，伫4岁就互人做童养媳啦，就是互人做新妇啊。所以咱来看咱伊即间教堂是伫斯洛伐克。伫巴提斯拉法首都。就是后来1907年诶时开始要建立即间教堂，要来纪念伊。为什么要纪念伊？因为真特殊。即个伊丽莎白足特殊诶一个。虽然伊是国王诶囝，毋过伊拢无爱享受，伊足爱帮衬善良人。是。后来咱来看即张即张的伊丽莎白，伊诶雕像就是迄身啦，伫教堂内底。头顶阁有一个皇冠诶吼。皇冠，伊主要伊伫1207年出世。伊是匈牙利国王诶查某囝。伊4岁是因为政治缘故，甲迄个图林根就是伫德国南部一个黑森林遐啦。伊个多瑙河发源地迄个所在，伫图林根有一个部落诶王路易十四。就要因迄阵因即个查甫诶加伊5岁9岁，所以当甲伊4岁嘛，互人做童养媳，互人做新妇啦。做10年后，伊就14岁啦。14岁就变19岁，伊迄个
因翁就变19岁，两个人就去装结婚。结婚以后真好，两个人因为自细汉青梅竹马嘛吼，大汉起来两个人就拢做上好诶。到20岁诶时吼，因翁就想讲要去参加12军诶东征，因东征就是讲要去耶路撒冷。毋过迄阵拄咧流行黑死病啦，所以出去以后无偌久就过身。过身团倒转来时吼，即个20岁就算做无翁，因翁就过身啦。所以伊伫因迄个厝内底吼，生活真可怜啊！就是讲翁就无伫咧，因咧算做迄个城堡内面吼，哪有足济即款即款怨毒啦，啥拢有，所以无偌久就互人赶出去。赶出去伫马尔堡，伫马尔堡诶一个农舍，就是一个农舍，人本来是咧做世人咧住诶农舍吼，就伫遐住落去。伊就全部诶精神拢用伫东征遐善良人。伊个亲自伊甲迄太过病诶人。亲自去卖物件互因，拢毋惊啦。伊24岁就过身。有一个传说啦，讲伊有一工吼，因为因兜诶人无爱伊摕物件去互善良人，摕面包去互善良人食。所以有一摆伊个是赶面包要出去找善良人啊。要出去找是讲。因兜诶人是因翁，还是别人无一定啦。总是因兜诶人吼，要来甲检查看会摕啥要出去，要甲检查就对啦吼。要甲检查是讲甲掀起来，甲烟仔掀起来，煞伊遐诶面包、伊遐诶面包拢变做玫瑰花。传说的故事啦，所以你看伊诶相片都有足侪玫瑰花就甲伊伫咧，真靚玫瑰。讲伊赶诶面包会当变做玫瑰花，即个故事就算啊传说的啦，变成即间教堂诶一个故事，童话故事。是，等下伫迄个，真可怜诶一个人有无？伊4岁就人做新妇诶。就离开家己诶厝，到20岁，因疼痛诶翁就过身，伊24岁就伊家己离开世间，所以伊拢无享受。所以着咱伫世界吼，即个教堂等下外口会当看着，拢是即个玫瑰花，吼，所以在内面吼。咱想诶，做浪漫诶，其实是做悲惨诶，对无？就是一个查囡仔人，伊要做好代志，人嘛无爱互伊做吼，佮甲伊害安尼。讲即个教堂是20世纪，就是讲即个教堂啦，就是有一个真水，你入去感觉讲，哪会设计遐尼柔和？就讲迄个设计看着就足好诶。咱像伫迄个晴朗，就是讲一个晴朗诶天色吼，浅蓝色诶色调，拢内底拢足水，所以伫内底祈祷，咱就直接会当通到天顶共款。因为若是伫天诶本色啊。所以若有人伫欧洲要结婚会当来即个教堂对吧？我毋知影，我黑白讲诶吼，但是就是伊听讲伊迄阵是欧洲。早期诶时诶一个风格吼，迄阵足少人用即种建筑诶吼，即个艺术风格对无吼？即个建筑师吼真厉害吼。伊伫边仔迄个吼，迄个其实伊伫边仔有一间吼足大间诶学校，因为阮进前拢毋知影伊本来嘛是男式诶，后来因为是男子学校，所以吼可以甲伊改做。毋爱伤迄个，我甲伊改做黄色安尼。你看边仔拢会当看到吼，拄食即个图吼，有迄个玫瑰花吼，迄个。伊也有那是哪色诶？
是伊啊内边啊迄个窗仔诶，即个装饰，天顶啊，还是窗框啊，做实用诶教堂，但是做水诶，逐个人一定会来遮看诶。所以若是听讲，我是即届较听老师讲，较知影伊是代表啥物？尊贵、荣耀、冠冕、纯洁。是，有人安尼感觉过无？所以伊诶外口吼，外口伊诶顶悬遮，即个条啊，即个条啊嘛，塔顶吼，一个塔顶悬诶设计家吼，嘛是拿是别人诶，别人怎讲？别人做诶哦。而且伫遮斯洛伐克有诶设计家吼，伊拢会两个，因为因诶国旗有无？就是两个十字架吼，这是有别款诶意义。以后有闲较讲。啊，伊即个钟楼吼，嘛是足悬诶吼。46.8尺，米公尺。是，啊，即个门顶悬吼，咱伫正门诶顶悬看到即个图吼，即个是一个就是伊丽莎白咧分迄个面包互西洋人。嘿，对，这真神奇诶一个童话吼，这分面包分甲变玫瑰花吼，真水吼，这是伫外口翕诶。这内底一个角吼。咱是用即张图是要问逐个后壁即两个什么意思吼？看有人知影无吼？即两个图，有人知影即个故事是啥物无？会当甲阮留言分享吼。咱即阵就要来讲，若是有啥物是代表天国？代表天国连到天顶就对啊。出来记第24章第13，咱咧读圣经就知影。因看见以色列诶上帝，伊诶骹有亲像平铺诶拿宝石，亲像天原一个光亮。以色列诶上帝，伊诶骹有拿宝石，亲像天原一个光亮。所以拿色是代表以色列百姓分别做圣，是属上帝。是有尊贵诶形象，所以拿色天堂上宝贵诶色地，就是上帝诶色地。伫圣经足侪所在拢用拿色。对哦，迄个老师还未讲进前，我拢无注意即个出埃及记内面有讲着看见上帝伊诶骹下骹那像上帝骹有拿宝石，是拿色诶哦，伊骹诶边仔是拿色诶哦。是用迄个宝石，就是像咱即个图安尼对无？拿宝石，面这较水诶色啊吼。迄个铺伫涂骹哦，啊个我后来去查讲迄个埃及法老吼，因诶顶悬，迄个头壳遐顶悬嘛是用拿色诶宝石，因为因讲即个拿色会当通去到天顶，就是会当互伊，即个宝石会当互伊通去。宝石拿色诶宝石是上贵诶一款。进前拢毋知呢吼。所以圣经内面有讲到足侪拿色对无？咱前解有读过即段圣经哦，就是耶和华有吩咐摩西，叫摩西统领全百姓，讲恁诶衫裤，就是爱有绿野，绿野哦中间爱有一条蓝色诶腰带，所以因诶衫内底拢有手。有迄个衫裤有手，手有一条较长诶蓝色诶带捅出来，所以因即摆咧穿衫有哪呢？因诶衫内底哦，还有一条蓝色诶带捅出来。所以还有民数记4章7节，佮用蓝色诶布处伫摆列饼诶桌，就是讲。因有一个有种摆饼啦，就是讲上帝一款敬拜上帝献祭时诶桌，迄个桌顶悬爱去厝蓝色诶布，这个桌巾就对啦。
哦，进前真正无注意这呢吼，当然有跟那用哪些？嘿，这个橙色饼刀啊，还个用哪些补改看？而且不只是安尼吼，因为迄个月桂对无？哦，约过若要光咧行，因为摩西咪带以色列百姓出来金嘛，出来金是即个，就是讲即个约过若行诶时阵，就爱砍咧，砍诶免啊砍，用海狗皮砍咧，伫迄个顶面，佮爱砍一个全部是蓝色诶布，然后则穿迄个弓，穿入去以后会当卷起来。这是规定啦，这是出来特别时诶规定，就是安尼。所以蓝色就是较约贵诶，所以咱知影蓝色伫圣经内底是足重要诶一个色字。真正诶呢，连迄个以色列诶国旗对无？以色列国旗共款有蓝色做，因独独一个蓝色，无其他诶色字。逐个人拢爱用红色啦，有无？哦，是。拢爱用红，但是伊就干那蓝色，以外拢无啊。是。特别的青，伊都是特别的青，也是讲特别的金牌。顶悬两条，顶悬一条，下骹一条，拢总是蓝色。其实整个诶一些的国旗啊，造成伊那犹太人互人欺负，做人诶奴隶时所穿诶衫，就是安尼啊。用蓝色诶直条，用直诶吼，白布用蓝色诶条啊，对头到尾，直，这是因诶奴隶衫裤。是哦，这是因想要去天顶诶，即个心吼，想要看天顶诶上帝做伙。所以咱今仔日是介绍蓝色教堂，为什么伊要用蓝色？蓝色为什么咱看着感觉遐尼好势，遐尼和平，遐尼安静？原来蓝色有遮尼济诶用途。是，咱搁看到一个摩洛哥有一个蓝色诶城市，有人去过无？观众朋友敢有去过？这真正蓝色诶海，蓝色诶天。是，来足济啥物？足济厝拢甲伊拢甲伊用做蓝色诶对吼。那毋知有人去过无吼？阮是捌去过，阮伫网络顶悬找着即个图吼。咱诶明辉讲这是伊上爱诶色哦。上爱伊爱钓伊爱海里。对，所以伊就爱做去。伫海内面会当看到蓝色，咱想爱看天做伙对无？看上帝做伙安尼好。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闲经过来什物奥地利维也纳时，会当经过阮诶斯洛伐克看即个蓝色诶教堂吼，踮遐坐，你若有拄好有遇着因咧演奏吼，因其实平常时每一工有演奏迄个管风琴，一个迄个信歌，真好听吼，真水吼，当来遮体会一个天国诶即个啥物？天顶诶蓝色。天顶诶蓝色，可能这当然不及1/10吼，但是会当看着一点点嘛吼，足水诶。安尼非常欢喜，今仔日多谢老师给咱介绍即个童话，变做玫瑰花吼，蓝调即个伊丽莎白教堂，愿上帝祝福每一个朋友，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哦。因为咱逐个拢是会当去到天国诶人对无？所以后礼拜一 AM。台湾8:10，泰国7:10，澳洲下晡1:10，搁做伙看老师来讲故事。多谢观众朋友，多谢老师，大家平安。平安。